沈哥好。苏老师，好巧啊，你也来上班吗？廖老师昨天怎么走得那么着急啊？有事儿？那幅画是你做的手脚吗？你是怕我们找你算账？什么画啊？你别跟我装，你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？啊，你是说贝小丹同学那幅画啊？我就是看看，什么也没做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让那幅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但是结果还不错。贝小丹也得了金奖了，我替他谢谢你啊！居手之劳，何足挂齿呢？啊，冰雨，我让你跟贝小丹谈的事情，你谈得如何啊？我谈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的学生没问题，是你自己有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知道你的学生喜欢的人是谁吗？叶玉虎。贝小丹告诉我，他喜欢的人是你。廖老师，你怎么才出来？我都等您好久了。你等我干嘛？您之前干什么的呀？是不是练过？不，我就是想说，那天你打那2下，能不能教教我？教你干嘛？欺负别的同学啊？哎呦，廖老师，我以后不欺负他们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教教我呗。你跟我说这个没有用，你去给周安说啊。我让你去给他道歉，你去吗？去不去？去。周安，跑哪儿去了？过来，你站直一点行不行啊？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李一中，你不会道歉啊？我没有从你眼睛里看到真诚。廖老师，我什么我啊？有这么困难吗？你不会啊？我教你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温柔的、真诚的、感人肺腑的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，快点。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什么啊？我拜托你温柔一点好不好？你傻呀！再来。周安，我把他交给你了，直到他道歉到你满意为止，你再喊出。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好，那这件事就这样，以后大家就是兄弟，要互相帮忙，互相照顾。所以说我是 Super Teacher 冰。我听说学校比赛的时间要开始了，准备好没有？那必须的，我们都练了很久了。行，那好好干。廖老师，今天下午篮球赛你过去看吗？
放我心情吧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散了。廖老师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啊，小丹同学，美术比赛得了第1名，应该很开心才对吧？老师，我不是说这是。你不用谢我，其实呢，我也是一不小心，意外惊喜而已。廖老师，我找您不是因为这个事儿。啊，不是这个事儿啊。那是学习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我和叶玉虎其实没有什么，我没有在跟他谈恋爱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其实年轻人呢，有这样的问题也没什么的，正确处理就好了。再说了，同学之间有感情也是很正常的嘛。小邓同学，千万别有任何心理负担。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我怕说了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是，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一起考虑一下。更何况我……哎，对了，学校的篮球比赛要开始了，我们应该一起去给他们加油一下，对不对？走。哎呀，小丹怎么才来了？快开始了！哎，快看！一声再见，就在眼前，让我们在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的目标是冠军。高兴什么呀？懂什么叫骄兵必败吗？梁老师，您还算我们老师吗？我这刚赢，您就在这说风凉话。没你这么说话的老师。对啊，你说大家还挺开心的，真是。倒数第2，赢了倒数第1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看什么？不服气啊？回家打你的飞机去吧你！啊？那这么说，你们这次得奖是歪打正着？那你们家廖学兵还真挺本事的啊！随便跟你糊弄几笔，就把你整幅画的档次都给提升起来了。我拜托你，他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好吗？哎，倩倩啊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，是不是你对廖老师的看法改变了？昨天贝小丹跟我说，他喜欢上廖学兵了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哦，我懂了。你吃醋？什么呀？我就是不知道现在我自己到底是
什么感觉？不是，这有什么可不承认的呀？啊，我就觉得人家廖老师他挺好的。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没正形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不光是我啊，你那个大帅哥男朋友呢？你快别跟我提他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一整天，从早上到现在，他连个短信都没给我发。那你问他呀。我偏不，我就要看他什么时候把我想起来。行，你就作吧。别。哟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说我什么了？我是没和他说你什么，倒是他和我爆了不少你的料。听说你多了一个学生粉丝。啊，你少来这套！我觉得很好奇哦，你怎么每天做到热情澎湃、激情洋溢的呀？跟我出去，走。哎，干嘛去？出去就知道了。那你等我换身衣服。快点啊！什么意思呀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一个人都没有。什么和什么呀？这是，你看你今天穿的这衣服，跟国产电视剧似的。再说你送我这花儿，还有这蛋糕，有插这么多蜡烛的吗？这，你直接送我俩寿桃不就行了吗？阿秋，啊，我就说穿他妈这不行吧。还有你阿南啊，我给我女朋友过生日，你穿的跟黑社会一样吧？这人。耀白。我跟你很熟吗？你当我16岁无知少女了，这么好糊弄？走！兄弟们坐啊，兄弟们！回来啦，喝点儿。我吃过饭了。你妈喝醉了，你就陪我喝点吧。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兰洛今年多大了？多大了呀？16了。你不是17吗？我过几天才17。哦，我还记得昨天就是。你没给他过生日？不用，没事儿。兰洛回自己房间去，快去。要我说吧，没事儿你就常来，反正我一个人在家呀，没事儿。
天都来看你，兰洛每天都在家吧？你管他干嘛？我在家不就行了？来喝酒。哎呀，别闹，在这儿不行吗？哎呀，别闹别闹，伤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南哥，我没事。小何，这事儿呢你也别怪我。那天我亲自动手呢，我只是给兄弟们做个样子。这个规矩是大家当初定的，飞车党现在小白说了算，所以这规矩我懂。其实也怨不得别人，都是我自己犯的错。行，兄弟，你能这么想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来。烟呢？大哥，这烟你留着。